歡迎嚟到妊娠糖尿病，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我係 Emily， 係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註冊營養師。呢個係模塊 2B， 係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嘅兩個模塊之中第二個模塊。喺查看本模塊時，你可能會受益於膳食計劃指南同埋妊娠糖尿病營養療法手冊。喺本模塊中，我哋將會回顧模塊 2A 之中所學到嘅內容，然後我哋將會討論健康懷孕所需飲食中包含嘅營養素。我哋將會介紹妊娠糖尿病菜單範例，並理解更實惠食物購物嘅提示。最後，我哋將會討論選擇外出就餐時嘅最佳食物選擇。等我哋快速回顧一下模塊 2A 裏面學到嘅內容啊！喺模塊 2A， 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中，你理解到飲食管理嘅目標以及如何制定健康飲食計劃，發現含碳水化合物嘅食物會升高血糖，並學習咗促進血糖控制嘅策略。你仲理解咗如何閱讀營養標示。懷孕期間，你需要確保飲食中含有某一啲營養素。懷孕會增加你嘅日常營養需求。為咗你同你 BB 嘅健康，你需要攝入特定嘅營養素。健康懷孕所需要嘅營養素嚟自維他命同埋補充劑，以及營養豐富嘅食物。確保你獲得足量嘅各種營養素嘅一種最簡單方法，係喺整個懷孕期間每日服用產前維他命，確保按照指示服用，唔好超過建議劑量。通常建議將產前維他命同食物一齊服用，咁樣會有助於增強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嘅吸收。儘管產前維他命係滿足你營養需求增加嘅良好起點，但係佢哋通常未達到你懷孕期間所需要嘅營養濃度。維他命 D 通常係其中一種含量不足嘅產前維他命。充足嘅維他命 D 有助於預防早產同埋感染。懷孕期間，你每日需要600國際單位嘅維他命 D。維他命 D 嘅天然來源包括每日將手臂、腿部同埋臉部暴露喺陽光之下5至15分鐘，咁樣可以令身體產生足夠嘅維他命 D。維他命 D 嘅食物來源包括雞蛋、牛肉同埋富含脂肪嘅魚類，例如鯰魚、鮭魚、青魚同埋鮭魚。由於水銀含量較高，鮭魚同埋青魚等較大型魚類喺懷孕期間應該少食。根據你嘅維他命 C 攝入狀況，你嘅醫師可能會建議服用單獨嘅維他命 D 補充劑。維他命 D 與妊娠糖尿病基於無霍桑效應之資料的系統綜述。Sang 2018 B.Jog 國際婦產科雜誌 Wiley Online Library NYU.H 孕期攝入維他命 D 對代謝之影響的展望 NIH.gov 鈣係骨骼健康必須嘅礦物質，可以支持 BB 嘅骨骼成長。產前維他命並唔包含你一日所需要嘅全部鈣含量，因此你嘅飲食之中加入富含鈣嘅食物，將會確保滿足你嘅需求。孕婦每日需要攝入1000毫克嘅鈣。乳製品係鈣嘅良好來源，確保避免食用未經高溫消毒嘅牛奶或者生起司。深色綠葉蔬菜、魚、堅果同埋種子亦都係良好嘅植物性鈣來源。此外，維他命 D 仲可以幫助你嘅身體吸收鈣。當你懷孕時，你需要比一般人更多嘅水分嚟形成羊水，產生額外嘅血液，
構建新組織並攜帶營養物質。飲足夠嘅水可以防止脫水，脫水會導致身體過熱、便秘同埋腎結石。飲足夠嘅水嘅好處包括改善消化，為你嘅關節提供潤滑同埋緩衝，允許腎臟排尿、出汗同埋定期排便清除廢物。此外，仲可以促進你同 BB 所需要嘅營養物質嘅循環。幫助你保持補水嘅提示包括減少咖啡因嘅攝取量，或者完全避免咖啡因嘅攝取。進餐時飲水。監測你嘅尿液顏色。如果你體內水分充足，你嘅尿液會係清澈或者淺黃色嘅。你仲可能需要考慮隨身攜帶水樽，以便全天候補充水分。你仲應該嘗試確保食物之中含有纖維。纖維係一種碳水化合物，喺消化過程之中唔會被人體吸收或者分解。纖維有兩種類型，可溶性纖維同埋不溶性纖維。我哋首先傾下可溶性纖維啊。可溶性纖維嘅好處係可以減緩血液中嘅糖分吸收，咁樣係有益於血糖嘅控制嘅。值得添加到食物之中，富含可溶性纖維嘅食物有蘋果、水梨、大麥、豆類、紅蘿蔔、燕麥同埋豌豆。你收到好多 God's Love We Deliver 嘅餐食都用咗呢啲成分㗎。第二種纖維係不溶性纖維，呢一種類型嘅纖維可以幫助消化嘅食物通過腸道，令你保持規律嘅排便。富含不溶性纖維嘅食物包括全麥、堅果、豆類、花椰菜同埋青豆。God's Love We Deliver 亦都喺你嘅膳食之中加咗好多呢一類嘅食物。為咗幫助你正確檢視從均衡膳食到碳水化合物份量控制嘅所有內容，我哋將會介紹一整日嘅範例菜單。當我哋介紹呢個菜單嘅時候，你可能會發現膳食計劃指南同妊娠糖尿病營養治療手冊可以用嚟參考。喺我哋查看菜單之前，等我哋先回顧一下呢一張來自模塊 2A 嘅投影片啦。你嘅目標係早餐同全日每次食用點心時攝取15至30克碳水化合物，午餐同埋晚餐攝取約45至50克碳水化合物。提醒一下，一份碳水化合物等於15克。同時仲要確保檢測你嘅血糖。檢測血糖可以讓你知道係唔係能夠調整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或者你嘅飲食係唔係適量促進血糖控制。冇一種適合所有情況嘅膳食計劃嘅，適合你嘅膳食計劃係能夠促進血糖控制嘅膳食計劃。關於呢一個範例菜單，我哋由早餐開始一齊檢視。早餐我哋有1顆炒蛋同埋1片全麥 toast， 呢一個係1份碳水化合物或者15克。如果你嘅血糖仍然喺正常範圍內，你仲可以增加到2片 toast， 從而提供30克或者2份碳水化合物。雞蛋等蛋白質嘅食物唔會升高血糖，因此你都可以食2顆雞蛋。早上享用點心時，我哋喺1片全麥 toast 上加2湯羹嘅花生醬，咁樣大約相當於1份碳水化合物或者15克。檢查花生醬上面嘅營養標示，理解每份花生醬含有幾多碳水化合物。好多花生醬會含有添加糖嘅，請記住，血糖檢測會令你知道係唔係需要或者可以調整一次攝取嘅碳水化合物含量。午餐我哋有1碗低碳水化合物嘅墨西哥卷餅，
呢款墨西哥捲餅碗裏面裝滿咗纖維豐富嘅非澱粉類蔬菜同埋藜麥，以及烤雞胸肉裏面嘅瘦肉蛋白。作為午餐嘅補充，有牛油果醬配紅蘿蔔同埋芹菜，以及低碳水化合物嘅烤肉米餅。最後仲有一杯草莓嚟增加一啲甜味。呢度提供咗大約45克碳水化合物，或者3份碳水化合物。下午點心包括半個全麥片塔餅加鷹嘴豆泥、番茄同埋小黃瓜。呢度提供咗1份碳水化合物，或者15克碳水化合物。晚餐我哋食桂魚加青豆同埋香料飯。作為飲料，有一啲牛奶同埋一小把葡萄作為甜點，總共有45克碳水化合物。如果你唔飲牛奶，可以選擇鈣強化嘅非乳製品飲料。請務必查看有關飲料碳水化合物含量嘅營養標示。喺呢一個範例菜單入邊，下午茶係由什錦果仁同埋切達芝士所組成。食用什錦果仁等食物嘅時候，請務必查看營養成分標籤，以理解份量同埋總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如果你對其他可以食嘅餐食範圍感到興趣，請參閱模塊6妊娠糖尿病膳食計劃。儘管 God's Love 已經為你制定所有嘅膳食計劃，並且為你提供咗1個星期嘅膳食，但係我哋可以理解，有陣時你可能會想食一啲唔同嘅食物。喺本節裏面，我哋將會討論食品購買策略。你可以利用呢啲策略喺購買唔同食物嘅時候慳返啲錢。新鮮並唔係總係最好嘅，特別係如果你有預算嘅話。作為替代方案，請考慮購買冷凍或者罐裝水果同埋蔬菜。與新鮮產品相比，冷凍水果同埋蔬菜可能會含有同樣多嘅營養成分，有陣時甚至乎更多，因為冷凍食品喺處於最高新鮮度或者成熟度嘅時候進行急速冷凍。罐裝水果同埋蔬菜亦都可以係健康嘅替代品，特別係如果你選擇以果菜汁包裝嘅低鈉蔬菜同埋水果，並唔係以糖漿包裝嘅水果同埋蔬菜。無論係濃糖漿或者係淡糖漿，都會顯著咁樣增加每份食品嘅碳水化合物總量。最後，請考慮購買通用或者商店品牌商品。呢啲商品通常比名牌商品更平，而且品質通常都相同嘅。如果你喜歡購買新鮮嘅產品，為咗更平，請購買當季嘅產品。季節性食品係自然生產期間種植同埋收穫嘅食品。購買當季食品嘅時候，食品嘅味道、風味、品質會更好，價格亦都更為便宜。反季食品通常會更貴。如果要尋找反季食品，冷凍食品可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請大量購買穀物等乾燥嘅主食，為咗獲得最佳嘅營養價值，請選擇糙米、燕麥同埋藜麥等全穀物。全穀物含有纖維，因此同白米同埋白麵包等等精製嘅穀物相比，佢哋會令你嘅血糖上升速度更慢。大量購買穀物嘅好處包括每個單位成本更平。每個單位成本定義為每個測量單位嘅成本，例如每安士成本或者每磅嘅成本。下次你喺商店或者網上購買食品嘅時候，唔單止要查看總體格價，亦都要查看單位成本。單位成本可以幫助你揾出邊一種商品實際上係最貴嘅。大量購買嘅另一個優點係你可以減少去商店嘅次數，從而節省時間。我相信我哋都覺得時間係好寶貴嘅。外出用餐嘅原因有好多，
但係要明智咁樣選擇飲食係好重要㗎，咁樣先至可以控制血糖。根據你食飯嘅地方，你可能會有更多或者更少嘅選擇。嘗試尋找含有非澱粉類蔬菜同埋全穀物嘅膳食，佢哋所含嘅纖維係有益嘅。限制醬汁嘅用量，醬汁可能係碳水化合物嘅隱藏來源，你可以要求單獨盛載醬汁，然後以可以控制嘅方式將佢添加到你嘅食物裏面。尋找有益心臟健康或者綠色菜單選項，要求客製化以幫助你更好咁樣控制血糖。例如，選擇食用生菜包住嘅漢堡，並唔係用麵包，咁樣將會使你避免攝入麵包裏面嘅精緻碳水化合物，並且享受唔同嘅碳水化合物來源，例如水果，甚至可能係一啲薯條。請記住，最佳技巧係把握好品質同埋數量。你同你嘅 BB 應該得到最好嘅營養㗎。請考慮你外出用餐時選擇食嘅食物嘅品質。優質膳食將會包含咗健康嘅脂肪、瘦肉蛋白同埋全穀物來源。較低品質嘅膳食通常會提供大量嘅卡路里，並非提供豐富嘅營養。你仲需要考慮數量。餐廳嘅餐食整體嚟講份量好大，但係碳水化合物嘅配菜份量亦都好大。儘管你可能可以食晒所提供嘅全部或者大部分食物，但係你需要努力咁樣控制碳水化合物嘅份量。你喺餐廳進食嘅份量可能係2餐或者2餐以上。最後，由於你無法控制飲食裏面嘅成分，所以請務必測試你嘅血糖，睇下喺乜嘢範圍之內。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聯絡為你指定嘅註冊營養師。你可以透過電話或者電子郵件聯絡你嘅註冊營養師。感謝你檢閱模塊 2B 妊娠糖尿病，透過飲食控制妊娠糖尿病。下一個模塊係3體能活動。